世界棒球经典赛已经拍煞，台湾队的国防部长张玉成总算解决签证的问题。今日透早嘛，坐飞机要去美国加入红尾仔队的春训，为了球迷去机场去甲等。张玉成呢，陪因后生甲因某呢，做伙出现，看起来心情真好。伊嘛真感谢球迷支持，今日伫翕相时，做伙比出经典的敬礼姿势。 继续经典赛，咱台湾的国防部长张玉成抱生后生，和太太同齐出现伫咧桃园机场，人看起来真轻松，因为伊总算解决签证的问题。今仔日知影坐飞机去美国，回归红卫队春训的队伍。 这位张玉成是规个经典赛会内底上尾一个离开国家队的选手，伊喺先坐中昼12:25分航班，飞去韩国仁川，才搬飞龙机。虽然过程因为班机问题用淡薄时间，不过同款未影响到伊的好心情。感谢你们然后操控陪我一起送机，那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。然后我会带着你们所有的祝福，你们所有的力量，再去美国看我在红袜的表现。 然后可以为我加油。菲律宾飞起来到国防部长张玉成伫咧经典赛内底交出好成绩，会载到真侪球迷来到现场给加油。迄上时可以同齐比行礼手势，甚至有四中美将直接飞到美国支持张玉成。这太厉害了！全垒打那一球的，当场就直接跳起来就说飞出去了，这样。对荷兰打出满贯炮，那一球刚好就是带动整个士气。不过第二名伫咧台湾时间后礼拜六第二节开季，特别是伊伫咧红卫轮替名单必须含掉 Back 竞争上尾一个瑞亚替补实处，阿拉掉 Back 伫咧即马14场春训比赛内底，成绩是不佳好。张玉成无参加春训，也毋过伊伫咧经典赛内底表现甲是真了得。毋但是伊赛 A 组上价值球员，嘛是靠赛会选择是最佳一垒手，才拢有可能影响安慰球团所落来选择。这届经典赛中华队虽然无缘晋级，也毋过国防部长精彩表现，嘛是留伫咧球迷心欢喜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《华视新闻》杂志哦。